嗨，大家好！如果你係海外又掛住玩中國遊戲睇劇，或者想用啲國內 apps，今次就啱晒你啦！我而家教你點樣下載同用 Sixfest， 超簡單無壓力，電腦版用法。首先開瀏覽器 search Sixfest， 去官方網站，撳 download， 跟住 install 就搞掂。超 easy， 打開軟件登記或者 login 你個 account。上右角有 promo code 嘅位置，打入 ABC33， 即刻送你免費時長試晒全部功能。想打中國遊戲，撳左邊 Game Acceleration， 例如你想玩嬲國服 ，search 遊戲名，揀編最低嘅 server 等加速完成，再開遊戲叻。冇啦，想用國內 X， 轉去 Media Acceleration， 揀回國影音個 Accelerate， 你就好似真係返咗中國撳手機。平板版用法，去 App Store、Google Play search Sixfest download 就得，打開 App Login 或者查，去 My Account 打入 ABC33 攞免費試用時間，打遊戲轉去 Game Acceleration search 遊戲名，一鍵加速就得，睇 X 轉去 Media Acceleration， 揀回國影音咁 Accelerate 輕鬆返到國內，就係咁簡單。而家你可以打中國遊戲追國產劇，或者睇體育直播，完全唔怕地區限制 ，Connect 就得 Enjoy。